你们好，今天是中文课，是我们新课新年。我们有三个提问，第一个是声色，第二个是对话，第三个是练习。新年好，这是中国的新年，中国人怎么过新年的？我们现在看一下声色，第一个声色是进来进去进门。第二个声色是介绍，比如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吗？介绍。第三个声色是叔叔，叔叔是我的叔叔，叔叔好。第四个声色是阿姨，阿姨好，阿姨你好，她是我的阿姨。第五个声色是红包，红包，我发给你红包，这是我的红包。糖，我想吃了糖，我给你糖。第七个声色是水果，我想社区果，这是我的水果。喝茶，喝水，喝啤酒，我想喝水。茶，我想喝茶，你喝茶吗？这是我的茶。果汁，我想喝果汁。客厅，这是我的客厅。旁边，餐厅，这是我们家的餐厅。你进来餐厅。见，我们家有一间餐厅，我们家有3间客厅。卧室，这是我的卧室，这是我弟弟的卧室。对面，卧室对面有饭厅。对面，卫生间，卧室对面是卫生间。墙，正在，你正在干什么？我正在做作业，我正在吃饭。拿蔬菜，糖醋鱼，我想是糖醋鱼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对话。阿曼达和王宇的对话。第一个对话是阿曼达，王宇新年好。我们现在读对话以后就翻译对话。王宇新年好，请进。爸爸妈妈，我的朋友们来了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爸爸妈妈，这是我的朋友阿曼达、永明和史蒂夫。阿曼达等人，叔叔阿姨新年好。王宇的爸爸，新年好，这是给你们的红包。阿曼达等人，谢谢叔叔阿姨。王宇的妈妈，快请坐，请食糖，还有水果，你们想喝茶还是果汁？阿曼达，我想喝果汁。史蒂夫和永明，我喝茶。永明，你家地方很大，
也很漂亮。王宇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家，这是客厅，旁边是饭店。这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对话，你们应该读对话，以后就翻译对话。这是我们刚才看过的声色，这个声色你们应该写本子，以后就闭上声色，每一个声色造个句子。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对话，继续对话。设计图，你家有几间卧室、卫浴3间，这是我哥哥的房间，对面是卫生间。阿曼达，这是谁的房间？王玉，这是我和姐姐的房间，我爸爸妈妈的房间在对面。游民，什么这么像？王宇，我妈妈正在做她的拿手菜。糖醋鱼，我带你们去厨房看看，好吗？阿曼达和设计服太好了。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的对话，你们应该读对话，以后就翻译对话。看这2部分对话，以后你们写自己的对话，这是你们的作业。现在我们看练习。第一个练习是选择题，茶，什么是茶？茶。糖果，什么是糖果？哪个是糖果？我们应该选择。第3个是红包，红包是什么意思？哪个是红包？第4题是水果，哪个是水果？我们读一下声色，以后选择这个话。比如我们第1题是茶，在这茶是杯，以后看这个图法就选择一下对的答案，就是选择题。我们的第2个练习是，这也是看绘画选择题。第1题是客厅，看这个图，哪个是客厅？选择一下哪个是客厅。第2题是厨房，在这里哪个是书房？第3题是卫生间，是哪个？第4题是饭厅，是哪个？第5题卧室是哪个？我们看这个图，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。比如说客厅，在这里客厅是这个地方是客厅，客厅。按照这个答案的回答，你们自己选择一下正确的答案。第三个练习是我们听一下听力，这是听力题，以后就回答问题。第1个问题是，阿曼达他们为什么是王玉的家？现在我们看一下那个对话，读一下对话以后就回答问题。第2题是王玉的家怎么样？有几间房间？王玉的家怎么样？有几间卧室？
我们在这儿应该回答问题，回答问题。这是我们应该写在本子，以后就回答问题。这也是看花选择正确的答案，也是一样的练习。我们在第一个是客厅，第二个是饭厅，第三个是卫生间，第四个是哥哥的卧室，第五个是爸爸妈妈的卧室，第六个是他和姐姐的卧室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图，选择正确的答案。我给你们说一下那个对的一个正确的答案是客厅。比如说客厅，在这个图画看一下哪个是客厅？客厅应该是客厅这个。在这儿写一下生词，正确的生词。我家有几间卧室，记一下数字。客厅在哪儿？客厅在卫生间的对面，饭厅的对面。我的卧室的对面。说一下，在哪里？客厅在哪里？看这个图画写一下答案。这都是应该在本子上写一下回答的问题。以后我们是第二个练习是，这也是选择题。我们看一下第一个，瓜，铁，碗，唱，拜，给。应该这里的正确的答案我们放在这儿，写在这儿。春联，什么是春联？年，比如说拜年，歌，游戏，红包，灯笼，这也是应该写在选择正确的答案。春联，什么是春联？挂春联还是贴春联？挽春联，唱春联，拜春联，提春联。这儿应该写是哪个正确的答案？我给你们说了，比如拜年是正确的答案。我们第二部分的生词是春节，比如过春节，明天是春节，中国春节，我们过春节，团圆，我们团圆过春节。比如节日，今天是节日，明天是节日。比如说是春节节日，我们过节日。铁，春联，比如说贴春联。挂，灯笼，
庆祝，庆祝庆祝，我庆祝节日，我庆祝春节。除夕，除夕，参加，参加节日，参加春节节日。又，今天有节日，我又来了。游戏，游戏，大年初一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春节是大年初一，拜年，拜年，我们拜年了，今天是拜年，比如说，我们参加拜年，先，我们先过春节，一户拜年，包，饺子，包饺子，热闹，我们在一起包饺子，很热闹。比如，我们很热闹，春节很热闹，节日包饺子很热闹。这是第二部分的生词，这个生词应该写上本子，以后就闭上生词，找一个生词，用一个生词造个句子。以后我们看一下句话，造句话，作业是用这个第一和第二部分的生词造句子，是作业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第二部分的练习。这也是选择题，请坐。比如说，请坐，这是哪个答案是对的？请坐，我。比如说，第一题是正确的，第二是不正确的答案。喝茶，喝，果汁，是哪个是正确的答案？客厅，这么多年，这是口语练习，不应该写文字在这儿，选择也是答案的正确的答案。第二，练习二是，在这个练习我们读一些句子以后去翻译一下句子。第一题是我哥哥去过美国，我哥哥去过美国，我哥哥去过美国。第二题是很多人喜欢和国际，很多人喜欢和国际。你觉得英国怎么样？回答问题。他坐在客厅里等哥哥。他坐在客厅里等哥哥。第五题是我们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去韩国？我们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去韩国？在这个第二题是我们读一些练习，读一些句子以后去翻译句子。第三题是读
和写在本子上壁上的词组。第一个生词是新年，新年，什么是新年？红包，红包，请坐，请坐，喝茶，喝茶。第二题是水果、糖、果汁、拿蔬菜。水果、糖、果汁、拿蔬菜。第三题是客厅、饭厅、卧室、卫生间。这应该是我们一起读，也或许翻译以后造句子的生词词组。这是应该是在本子上写一下，抄写一下，以后就造个句子，用这个生词。比如说，新年我爸爸给红包，我们一起庆祝喝茶。我们看了第一和第二部分的生词，都生词了。以后就看了第一个句话，第一部分的句话和第二部分的句话，我们都句话了，以后就翻译句话了。这个两个部分的句话，我们应该读以后翻译，以后就闭上生词。我们看过的两个部分的生词，一定要闭上来，以后就我们自己造句话，用这个看过的生词，我们一定要用一下日常生活。这是一个作业，这个作业是读和翻译课文。过年了，过年了。作者史蒂夫。这个是应该是大学生自己做的练习，所以我不能读一下。这个是应该你们读一下这个课文，也或者一定要翻译课文。现在我们看一下，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些句子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，给你压岁钱，给你压岁钱，我放你一杯，我敬你一杯，干杯，干杯。这是在中国人日常生活，在过节日的过新年的时候，人们互相祝贺的句子。我这个句子，同学们一定要闭上，一定要闭上，互相祝贺说一下的句子。祝贺发财，万事如意，给你压岁钱，我敬你一杯，干杯，干杯。我们还有个练习，这个练习也是选择题。这一定要读一下。红灯笼，红灯笼，春节，春联，哪个是正确的答案？你们看一下，
英语的翻译或者选择这个汉字。举手反对同学玩手机、包饺子、吃饭、拜年。这个是你们在日常生活的情况，回答问题，回答自己的日常生活。第一题是居住夜是设计服去了哪里，做了什么？第二题是中国人在哪里贴春联和挂红灯笼？第三题是设计服他们为什么大年初一去望雨家？第四个题是他们在望雨家做了什么？第五题设计服最喜欢吃什么菜？第六题是设计服觉得中国的春节怎么样？这是我们应该看一下句话以后去回答问题。第五个练习是写天空，写在这里的生词应该写在这个空里。在我的国家最重要。正确的答案我们一定要写在这个空的旁边。比如说，在我的国家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？在这写一下重要的什么？这一天，这个节日是哪个月哪个日？比如说1月，我们的新年是1月1日。这一天我们会做什么？我们先做什么？然后做什么？我最喜欢的是什么？看电影、吃包子，唱歌、跳舞，还有别的。我觉得这个节日有怎么样？有热闹，有很情趣，还有可以说别的答案。这是语法练习。什么是语法练习？正在句子里面，正在的利用正在。我们读一下，我妈妈正在出菜，是我的妈妈正在出菜。老师进来的时候，同学们正在看书。你打电话的时候，王宇正在包饺子。昨天下午3点，他们正在玩游戏。正在的内容，这是语法练习。看一下这个，比如我们应该做这个练习，选择正确的答案。这是我们的最后的练习。是一共有很多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灯、橙子、梨、香蕉、苹果、葡萄、西瓜。这是很多西瓜的名字，我们应该闭上
橙子、梨、香蕉、苹果、葡萄、西瓜。问题是：你喜欢吃西瓜吗？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？答案是 B。我喜欢吃水果，我最喜欢吃，比如香蕉、玻璃、西瓜、苹果、草莓。其实苹果、玻璃、香蕉。在这里写一下你最喜欢的水果。这个练习是口语练习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写文字。口语练习，同学们在这里可以互相问一下自己喜欢吃的水果，最喜欢吃什么水果，互相问一下也可以。这个练习是我们在这儿写一下填空，比如说阿姨，百年，包，我们应该在这儿写一下包的汉字，比如我们应该写一下在这儿包，比如包，参加，在这儿应该写英语的翻译，叉，在这儿应该写一下叉的汉字，比如熟悉，什么是熟悉？在这儿写一下熟悉的翻译，春节，在这儿应该写一下春节的英语翻译，春联，大年初一，灯笼，什么是灯笼？对面，在这儿应该写一下对面的汉字，餐厅，花，或者喝，什么是喝？在这写一下喝的汉字，红包，煎，饺子，节日，客厅，拿出菜，应该在这写一下出菜的，拿出菜的英文翻译。旁边，什么是旁边？在这写一下旁边的汉字。这是应该在本子上抄写的练习。庆祝，在这写一下英语翻译，庆祝春年，庆祝新年，庆祝你，热闹，什么是热闹？春节很热闹，拜年很热闹，我们家很热闹。叔叔，在这写一下叔叔的英语翻译。水果，什么是水果？写一下水果的汉字。糖醋叶，铁，团圆，卫生间，卧室，什么是卧室？钱，邮箱，
这个写在红色的绳子是我们一定要背上的绳子。橙子、梨、苹果、葡萄、西瓜、香蕉，这是我们经常喜欢说的水果的名字。水果的名字。新年好！我们这个新科应该知道的是中国的新年，中国人的过新年，他们一家人怎么过新年的问题。这是我们的新科的第一部分的绳子，我们一定要闭上绳子。这是第二部分的对话，第二部分的对话。这是我们第一练习。茶、糖果、红包、水果，是我们的第二个练习。选择正确的答案，以后就看一下对话，回答这个两个问题。我们这个问题已经看过的，在对话里面。在这个练习，我们可以写一下自己的房间，比如说你家有几间房间、几间卫生间和几间卧室。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的绳子，这个绳子我们一定要闭上绳子，以后就绕每个绳子造一个句子。以后第一部分的和第二部分的绳子用一下造个对话，造对话。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的练习1、练习2和练习3。这个课文是作业，我给同学们给了这个作业，写上本子上以后翻译。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读一下课文，翻译课文。祝贺句子：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给您压岁钱，我敬你1倍，翻倍。这都是我们在家里做的练习。串子鸡和回答问题。串子红儿。这是我们在语法练习，在这个语法里，我们看一下正在，以后就看一下，在句子里面正在的利用，在哪个地方放在正在的利用，以后就选择一下正确的答案。正在。这是我们最后的练习，聚合练习。在这个练习，我们闭上绳子和
我们看过的第二部分，第一和第二部分的生词联系，生词联系。今天我们的这个新课是结束了。我给你们作业了。我给同学们作业了，看一句话，背生词和做练习。